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英国2倍通报高一日新增加41000例确定病例，创下新高。那病院的急诊人是可靠，应该就是变种的病毒咬炭造成的。那南非因的病毒冇变种，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万例。官方即马要求酒吧袂使做生意。另外，即阵毋拿日本锁国，印尼嘛宣布讲，对元旦开始，所有外国旅客禁止入境印尼2礼拜。二白即天，伦敦的街仔路一直听到救护车伫咧等。There are 4,000 people in London hospitals. 伦敦目前是封锁的状态，病院已经取消非急迫性手术，而且替一直入来新增加的确诊患者来找床位。英国日被通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4.1万例，是疫情发生以来头一届超过4万例，也是新冠的纪录。It's very tough. We've had a combination of you have this increased demand, ambulances keep coming in, and you feel terrible and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when you can't offload an ambulance because y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full.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被宣布禁止卖酒精饮料，下令酒吧全部关起来。暗时9点甲过长工早起6点是宵禁，这是为着对抗疫情，防止新冠病毒还有变种的新冠病毒扩大传播。南非日前确诊累计超过100万例，拄90万例增加到100万例。敢若经过9天，累计超过26000个人致病死亡，是非洲大陆人数上济。因为南非最近出现501V2的变种病毒株，可能伫咧少年族群当中有更较强的传染力。目前英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对南非实施禁航。From now on, it is compulsory for every person to wear a mask in a public space. A person who does not wear a mask covering over their nose and mouth in a public place will be committing an offence. 为着预防变种的病毒入侵，印尼日被宣布明年1月7日开始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总共2礼拜。印尼公民也是会当回国，不过需要附体检证明。Bagi kunjungan resmi pejabat setingkat menteri ke atas dengan penerapan protokol kesehatan yang sangat ketat. 加拿大安大略省日前通报2例英国变种病毒 B117的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对伴侣，无出国，无接触高危险群。安大略省已经伫26封城，未来无排除有搁较侪变种确诊。挪威日前嘛宣布2个患者确诊变种病毒，因12月份捌去过英国。目前全球至少有17个出现变种的病毒确诊案例。不过专家认为讲，即马做的疫苗对变种的病毒也是有效。公司新闻黄文玲、林浩如编辑。那咱国内昨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一困头是增加8例，拢是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3例是华航对英国载回来的乘客，有一个人伫飞机顶就发烧，采检了后确诊，那另外2个是无症头的感染者。那未来咱敢要禁止英国的航班入境？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咱的集中检疫所若是有管理好势，就毋免锁国。礼拜2尾仔华航为英国登啊台湾的班机，机顶117人上新采检结果出来，有3人阳性确诊新冠肺炎，其中第792例是本国籍10外岁男性，伫落飞机了后发烧39度，送医采检了后确诊。另外2人是英国籍30外岁男性，甲本国籍10外岁女性，2人拢是无症状感染者。指挥中心研判792例应该是上飞机了后才发病，病毒量较悬。上飞机之前可能都还没有发病啊。就是在航程当中，在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病，所以它的 CT 值会比较低，表示它的病毒量是比较高的。还有5名境外移植病例分别为英国、菲律宾、印尼入境，国内确诊人数793例。因为外界烦恼英国变种病毒传播速度更较紧，是毋是考虑禁止英国航班入境？但是中表示，台湾集中检疫所有真好的管理，也无发现独造群聚事件，所以毋免锁国，延达到防疫效果，无考虑要禁止英国航班来台湾。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坚强集中检疫所的一个堡垒在，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战略。台湾我们是准备得宜，所以不管是医疗量能的准备或我们集中检疫的一些准备都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不用锁国，我们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
三个华航为英国等下台湾了，较真的个限是不是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表示，爱国培用病毒做比对，但是中强调。下摆为英国等下台湾航班，拢会比较华航模式，旅客入境了后先采检，14天集中检疫，解除隔离进行，各采检一摆，确定阴性才能登去社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高雄凤山昨暗时雅士外泄，现场浓度称到1万 ppm。消防人员赶紧去到现场压水控制。好佳在伫今日半暝啊2点外，管线已经修理好势。高雄市长陈其迈伫半暝啊3点外，嘛去到现场，确认安全无问题，嘛宣布危机解除。消防车伫咧现场游水线压水，警方嘛叫4颗尾啊大路的人甲车离开，关这附近超3个路口的范围。2暝暗时有民众报案指出，附近有奇怪的味。消防局派人来现场看，用5用气体侦测器检测到可燃性气体甲烷，高度搁捌达到1万 ppm， 怀疑讲可能有天然气的管线破去。附近的居民是表示，顶礼拜六暗时就已经闻到一阵的怪味。有人说很像是瓦斯味，可是有人又说不是，是那种菜补掉的味道，就比较没有像现在那么浓的味道，那就一阵一阵的而已，风吹过来才有闻到。暗时9点外，测到现场有甲烷了后，消防人员就随压水降低高度，而且要求附近的住户留伫厝里，唔通出门。嘛通报市府经发局甲天然气的公司派人来处理。经过调查发现，是涂骹的台电人空挂附近的加速管线破去了泄，所以相关6个阀门而且哪排气。目前估计影响可能的户数是545户，那目前已经在进行继续排压。那另外也会再抽这个排气的，把气体打进去，让里面的甲烷可以，因为甲烷比空气轻，所以它可以赶快尽量排到大气中。好佳在管线伫咧半暝2点外已经修理完成，确认现场安全无问题了后，状况已经解除。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只是各地温度会小可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除了东半部、北部的山区有时会落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日时嘛无遐寒，北台湾高温有24度，中南部花东高温是25度到29度。要到暗时会反寒，各地低温大约是16度到19度。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下晡寒流会到位，会一直寒到元旦。平地低温无到10度，关山有机会会落雪。气象局已经发布低温特报。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宜兰、甲马祖，低温可能敢若6度尔。若北台湾1-2公尺悬的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雪。正经足寒的乡亲一定爱穿好少。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伫云嘉南、高雄、屏东、甲金门拢是柑仔色的级数。若马祖一透早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过过3天就要迎接新年啊！全台下年活动拢有小可改变。原本讲伫新北市的8里要放烟火，毋过即马宣布要延期。若新北市元旦的升旗典礼嘛改用线顶播送。桃园市下年活动目前是照常，毋过已经评估，若准出现重大疫情就会停办。若伫台东的三仙台要迎接2021年头一逝日头光的活动，即马是规定讲爱徛名登记。特别跨年受疫情影响，全台跨年活动是毋是如期举办？新北市长侯友宜2先开出第一枪，全新北市的户外大型活动开始无法度做到徛名制金条管控，全部停办。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实名制以及有效的管控人潮，一律停办或是延办。原本伫跨年暝第一摆举办的8里烟火秀，因为烟火有放500公尺长，动线是1200公尺，现场真歹控制真条。新北市高滩地公馆处2也紧急宣布延期举办。民政局也决定元旦升旗典礼减少规模，邦桥区甲新北市政府今日伫市府东平广场内举办，无邀请市民用线顶播送。原定新北29个区公所公布升旗也拢取消，只剩乌来区公所照常元旦升旗。第一个无法落实实名制，跟无法有效的掌控人流。我们的管制线长达1200公尺了，中间我们顶多只能用三角锥把它围起来，但是一般民众可能会直接跨越过去。
以前跨年有上千人去台东三仙台迎接第一道日头光。东莞处严加放令启动防疫升级6部曲，会伫初一透早2点启动大义出入口，管制人数上限4500人，到初一早起8点管制结束。实名制要完成，然后要戴口罩，然后要带手机，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机必须要开机。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宣布，桃园跨年演唱会活动由原照常举办，不过若是有重大疫情发生，上班前一天会调整做线上转播。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文化部长李永德昨昏时表示讲，针对中国出版品的许可办法无合时代的所在，会来做准备修法。未来共产党甲解放军的出版品要入来咱台湾，拢爱经过许可。伊强调讲，这毋是思想的审查，是咧维护民主的机制。也毋过台北市出版工会理事长是认为讲，敢若99%的出版自由，就毋是真正的自由。来看自由时报。最近机场的海关甲仓库的业者出现管理有空棚，甚至会使讲是大型通外鬼，险险甲250公斤的毒品，还有700公斤毒品的原料，甲10万粒枪支流出去，流入市面，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加在警方有掌到，无着害啊！来看中国时报，火车顶台警察，还有后生台死老母2个案，拢因为凶手有精神疾病，判无罪，引起争议。苏汉义昨昏通过紧急监护的修法草案，在调查也是审判过程中，被告若准有精神疾病，而且有危险性，紧急的时，法官会使判紧急处分，唔免等判决出来。来关心进前中型航空纽西兰机师破病无挂嘴暗，如果无老实讲接触过伤，造成咱出现本土病例。交通部即马是提出航空业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按针对明年正月开始实施。机组人员当天了后爱检疫7天，而且搁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袂使出入人济所在。若机组人员伫集中检疫所检疫，无进入社区，7天内就使直接派工飞出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办国际航空机组人员检疫方案，机组人员入境了后，若要进入社区，检疫期由即卖飞机3天起5天，全部延长到7天，结束了后采检阴性，还过7天自主健康管理，禁止出入去N98夜店百货商场、夜市5大场所。考虑航空公司调度，若7天内要派8组员，拢爱集中处所检疫，除了飞行以外袂当外出，甲能飞长班飞回了后，重新搁算检疫天。那原来是3天、5天就可以派遣，那现在是居家。假设你一旦有入境或是长程航班，是7天内是不能派短班，一定是长班。好，这个第一个短班上的一个差别。交通部强调，全世界对机组人员拢是例外管理，台湾已经是较严格，因为进前出现机组人员自律出问题，所以佫较严格。农历春节特别教会，有立委指出，桃园机场会出现真侪回国的人，虽然受疫情影响，回国人无亲像过去遐尼济，不过也可能逐天有数千人的规模。立委烦恼目前防疫车队的量能，逐天加能载2537人，恐惊是无够。量会比去年和前年差很多了哈，当然是差很多，这就1/10，我们觉得在1/10，就是你1/10就不得了，1/10每天平均入境的人数啊，就有6000人以上。交通部表示，桃园机场公司会提供春节期间入境有无人数，会看旅客人数来协调业者做防疫车队调度，同时会检查防疫旅馆的量能是不是有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7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793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8000多例。目前伫日本已经超过22万例。伫全世界疫情即马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900万例，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超过75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8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61万例，英国已经超过233万例。
英国变种的病毒 B.1.1.7 病毒，的传染率加4成到7成。目前伫加拿大、挪威有17个国家拢已经出现病例。另外，南非嘛因为因的病毒有变种，所以疫情真严重，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万例。那以色列是第3摆要封城，因的政府即马拍算讲，要伫明年1月底之前，全国超过一半的民众拢爱做好预防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突破8,000万，已经有超过176万人着病死亡。英国、美国甲欧盟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针对部分民众注疫苗，也毋过外几礼拜却陆续伫英国、南非甲奈及利亚发现3种无共的变种病毒，其中伫英国发现的 B.1.1.7 病毒株传染率更加是增加40%至70%不等。加拿大安大略省2次就通报2例，上先伫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对伴侣，无出国旅游记录，无接触过归样群。安大略省已经伫2日宣布封城，卫生单位指出，未来无排除有更加侪变种病毒确诊，呼吁民众尽量踮伫厝内遵守防疫规范。We need to just break this cycle of transmission, and that's what a lot of us are hoping this sort of circuit breaker lockdown will do. Is it'll just sort of stop the transmission, slow it down enough that our healthcare system can keep going. 除了加拿大、挪威2次也透过新闻稿宣布2名病患确诊变种病毒，2个人伫12月去过英国，包括日本甲新加坡在内。目前全球至少已经有17个出现变种病毒确诊病例，也毋过专家认为，目前做的疫苗对变种病毒有源有效。南非疫情严重，2次累计确诊正式突破100万例，为90万例提升到100万，只有9天，累计超过26,000人着病死亡，是非洲大陆人数上济。因为南非最近出现502变种病毒株，可能伫少年族群有较强的传染力。目前，英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对南非实施禁航。以色列累计约40万例确诊，3210人死亡。当局2次实施第3度全国封锁，时间至少3礼拜。以色列已经伫2月启动疫苗全国注射计划，目前每天注7万剂。按照计划，伫明年1月底前，为全国半数人口注疫苗。卫生官员表示，这摆疫情封城真可能是最后一摆。公司新闻浩如编译。来关心迎接新年的活动，全世界拢有。澳洲因为疫情压悬，雪梨港放烟火的规模会求水。另外嘛，禁止民众去现场看，叫大家踮厝内看电视就好。另外，伊嘛禁止民众聚集，无许可证袂使入去市区。每年近100万人的澳洲雪梨新年烟火，今年跨年罕见出现，现场无人倒头算的情形。新南威尔斯政府当地时间2日宣布，雪梨跨年烟火照常放，毋过禁止民众到现场看。On New Year's Eve, we don't want any crowds on the foreshores around Sydney whatsoever. 新南威尔斯最近爆发新的群组感染，相关病例已经超过170人。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拓开，政府制出禁令，呼吁民众想要看烟火，请踮伫厝内底看。政府也做分区无同款的限制，雪梨户外禁止50人以上聚会，市中心跨年的当日，要有许可证才能进入。So unless you have a permit to go to someone's home with not more than 10 people, or you have a permit from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to attend a hospitality venue, nobody should be in the CBD at all. 另外，伫俄罗斯有实验室甲电信公司合作，开发出一款社交距离衫，衫顶悬设立这个红色圆形小装置，会提醒民众甲其他人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Принцип устройства такой, что у него есть раз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у нег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ая сигнализация в виде светодиодов разного цвет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расстояния, на котором находится человек напротив. 离上近的时阵，会闪红光搁震动警告，研发人员正咧找资金，希望用生产100件社交距离衫。伫印度防疫方法是较传统。印度西南部最近流行练瑜伽防疫的风潮，最近民众认为瑜伽的呼吸练习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冥想对心灵平静有帮助。因希望借这种青年流传的修炼方式，减少身心压力，度过这场疫情难关。公司新闻7万人编译。
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不满参众两院有强势的纾困方案，一直拢无爱签字，因为这关系到美国1400万失业人口的补助款，若无签，政府部门嘛袂顶袂当，所以伫27暗，川普总算回心转意，已经签好势啊。白宫27半暝啊，紧急发布声明，宣布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价值9000亿美金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川普总统已经签署。过去1礼拜的时间内，川普坚持要求需要将法案中发予个人的600块美金纾困金提悬到2000美金，无照办伊就唔签。I am asking Congress to amend this bill and increase the ridiculously low $600 to $2,000 or $4,000 for a couple. I'm also asking Congress to immediately get rid of the wasteful and unnecessary items from this legislation and to send me a suitable bill, or else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have to deliver a COVID relief package.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为这项经济民生关系重大纾困案，查了3个月，才总算达成协议。参众两院拢审议过关，却被来自1月20落台的川普挡落来。更加考试是，川普提出的2000美金纾困金条件，无同意的是共和党，民主党颠倒是公开表示赞成。Believe it or not, Democrats agree with the president. 600 is certainly not enough for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struggling these past 7 months, and it isn't enough to provide the boost our economy needs. 川普是虾米理由伫最后一刻改变心意，签字予纾困案过关？白宫官员拢无愿意对话讲，也毋过根据知影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某一寡顾问劝川普无主动的必要。纾困案所包括的2860亿美金经费，毋但直接牵动1400万美国失业人口的联邦补助款，也包括2840亿美金的小店家补贴金，加700亿美金的新冠疫苗加检测经费。这第二波的新冠纾困法案，也加一条4000万美金的政府预算案白书会，川普无签字就代表联邦政府某一寡部门立刻都爱停落来。好佳在伫最后时刻，伊改变心意，放弃所坚持的种种条件。对此，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甲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尔被透早接连在以推文表达欢迎之意。公司新闻黄伟文编译。来关心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典今天初因为去报武汉的疫情，互中国政府抓去。上海法院伫昨昏宣判，伊互判4档有期徒刑。张典的律师是表示讲，张典同抓去无偌久就开始绝食，所以即马状况无好，身体真虚。那我就跟他说你是量刑检疫是4到5年，他当时就感觉很惊讶。当然，我想他内心肯定是觉得更坚定了他抗争到底的这样一个决心啊！特别是给他受了这个刑期以后，他就更坚定了自己，不管到什么时候绝食到底。然后他呢，又是希望能够传播一些真相，让政府有一些高层的官员能够知道下面这些官员在欺上瞒下。针对张典互中国法院判4档的有期徒刑，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有表达关心，嘛搁一摆要求中国要赶紧放人。就算中国封锁疫情、打压公民记者，中国的确定病例也是日头的增加，而且搁有本土病例出现，拢伫凋零。若伫广东有一个本土病例要去过北京出差，北京是赶紧要求要加强体检，要体检80万人，而且有部分的所在已经封锁。洪指控要偷渡的12个香港人，昨昏嘛伫深圳接受审判。原本是公布公开，啊，毋过临时改做公开审理。若法院讲一时就定啊，所以拒绝外国人入去内底听审判的过程。因的家属即马要求中国毋通阁拖，美国嘛呼吁中国要量早放人。伫咧深圳盐田区的法院外口有倒满2公尺悬的旗马，还佫维安人员咧戒护。2白下晡，12个香港人偷渡案当中的10个成年被告，向中方指控偷越边境等等的罪名开审，啊，毋过开庭前3天，法院原本讲要以实审的方式来闭门问审，啊，毋过开庭当天佫临时改做公开审理，不离佫指出旁听席已经满，所以拒绝英美等等真济个外交官的旁听要求。Although the Chinese court claimed this morning that the trial w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they have denied the access of familie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diplomats to attend the trials on the ground that the auditorium was full, which renders the trial a de facto
secret trial. 中国官媒中新网的报道指出，10个人拢已经认罪，2个未成年人的不公开听证时间是无确定，法庭是宣布这个案件会搁找時間來宣判，加上要求中國政府唔通搁繼續拖時間。我哋就係想見個仔一面啫，即係好正常嘅一個要求咯。唔俾個日子我哋一路拖到幾時，我哋先可以見到我哋個仔咧？據外界質疑，中國是假公開真秘審。美國駐公州領事館發言人表示，北京政府講12個香港人所犯的罪，其實是民眾想要逃避暴力的政府，呼籲政府隨放人。中國外交部是回應美國不顧事實、顛倒是非。中國是法治國家，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中方敦促美方切實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司法主權。香港泛民主派團體基聯會28嘛去香港中聯辦外口請願，呼籲政府唔通用法律的名來壓迫言論自由。12個香港人案件的問訊方式，在咧完全封閉的狀況之下來進行，嘛顯示出中國司法制度的黑暗。國際新聞朱宏地吳基聰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川總算簽署美國經濟振興方案，會當開始實施。美國股市大受鼓勵，3大指數攏衝懸。來看新型冠狀病毒已經造成全世界大流行。那世界衛生組織 WHO 今日是佫警告講，未來恐驚會佫出現佫較嚴重的流行病，呼籲各國都愛做好準備來應付。來看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明年正月要上任。今日伊是表示講，面對中國壓霸競爭、侵犯人權，才作為美國未來會聯合理念相倚的國家甲朋友，和美國的地位佫較強、佫較大。來關心美國總統川已經正式簽署2021年聯邦政府撥款法案，總金額是2.3兆美金，其中嘛包括台灣保證法，要展現繼續深化兩國合作的關係。咱總統府甲外交部攏表示感謝，不過中國外交部是表示不滿，要求美國停止插手中國的內政。美當時間27日，美國白宮發布新聞稿表示，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2021會計年度聯邦政府撥款法案，總簽署2.3兆美金，都包含用在新冠疫情、經濟紓困方案的9000億美金，也有西藏政策甲資源法以及台灣保證法。總統甲外交部攏表達感謝，並且匡列了300萬美元的授權額度給全球合作跟訓練架構 GCTF。這展現了對於台美關係強勁的支持，外交部門對此表達誠摯的歡迎跟感謝。伊控制講，台灣保證法內容真多，包含支持對台軍售常態化，支持台灣有意義參加國際組織，也愛美國國務卿檢視對台交往準則，當時第一擺授權撥款300萬美金，對未來台美之甲附近國家的專業交流有幫助。不過具體做法或者唔帶正正規，也是掌握佇行政部門。如何加強未來跟拜登政府的行政部門的相處？我們從論述到個人之間的交友，那麼都會使得總統簽署、國會通過法律，它在執行面的力道跟它的範圍。就在美國簽署法案的同一天，有軍事媒記錄到，就在空軍廣播距離繞台共機無偌久，收到一個不明來源信號。中華民國空軍廣播，位於台灣西南空域，高度3800公尺的中共軍機注意，你已進入我空域，影響我飛行安全，立即回轉脫離。國軍辛苦了。軍事媒也記錄到西南空域指揮由美國海軍 P-8A 巡邏機出現，為展現這空能力，台灣自主研發、國機國造的永興高教機第2隻原型機，16日第一擺試飛成功，後續要做性能修正。66隻永興按算715年完成交機。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監察院長陳菊頭一擺是帶監察委員去行政院巡察，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身做報告。針對開放內地的政策，蘇貞昌是強調講，政府是咧解決台美之間貿易障礙，唔是去換什麼條件。若離開放內地剩無幾工，衛福部甲農委會都有推出台灣地的標章，這是引起立委批評，講害民眾會個無颯颯。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政府的标章拢真可靠，不管是倒一个，民众拢会当放心。监察院长陈菊带领监察委员视察行政院，嘛肯定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施政。苏贞昌伫致辞的时阵，特别针对最近一直有争议的美国猪肉的政策，强调讲这是咧解决台美之间侪年来贸易的障碍，毋是用啥物条件去交换。政府嘛有针对这点做好准备。另外嘛讲到咱有成功阻挡非洲猪仔入来台湾，互饲猪的业者对蔡总统开放美国猪肉有信心。这不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而是展现台湾的政府有诚意、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要外销，我们不能禁止人家来，这生意无人安尼的。政府大力推动进口美国猪肉。即马就伫要开放，卫福部甲农委会拢推出台湾猪的标章，卫福部会当伫咧网络家己下载，农委会爱申请，毋过并无统一。对民众来讲，公信力难免受到质疑，嘛引起调亚立委批评讲是标章之乱。最担心的事情呢，还是发生了哈。我们现在真的担心这个标章之乱。你担心哪一件事？标章之乱，就是说这个厂商，你要先听我讲完。现在厂商无所适从。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要统一，既然我们已经有一个标章了嘛，那为什么不能统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认为讲，两个标章拢代表是国产猪肉，民众应该安心。不过有业者虽然是打台湾猪的标章，却去用压出来讲，部分猪肉的产地是为西班牙来的。毋那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那样的立委嘛叫陈吉仲爱回实的。在辅导的期间，他愿意下架嘛，所以你要不要道歉？高嘉瑜说的，你要不要道歉？喂，那我们哪里有问题？陈吉仲表示，已经有甲业者沟通，强调讲伫1月初1进前是示范的辅导期。重要的是业者愿意配合。1月初1了后，若是有共款的情形，毋但会甲标章收倒转来，万一标示不实，相当罚400万。若是消费者检举的，就会有亚康者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元旦有正肉种的美国猪肉要开放进口，国民党是继续反对，即马嘛甲战线扭到明年反来猪的公投。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昨是串联22个县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成员，要收公投的连署书，目标是明年2月底要收到50万份。明年1月初1就要进口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国民党伫立法院阻挡了无顺利，就甲战线叫去行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28宣布启动目前反来猪公投连署书，目标伫明年2月底进前募到50万份。民进党政府做出错误的决定。由人民来修正。面对接下来的公投联署，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所有各县市党部、议会全力动员。22个县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嘛举行记者会响应，而且讲要以地方是按主题条例严格来把关。中央政府强行进口，可是我们地方政府既然我们自治条例已经订定完成，也希望所有的地方政府有订定食安自治条例的。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强行的，我们来做一个检验。希望桃园市政府尊重必须遵守桃园市议会所通过的。包括台北市在内部分县市，自治条例规范来客多半爱零检出，敢会违反到中央的法规来失去效力。中央也无统一的解说，敢若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来沟通。因为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讲，这个沟通是无啥效果。他们号称很会沟通嘛，我就等他们来沟通嘛。我看都是有沟没有通了。食安不能够一国多制，那关于这个检测的这个容许值或者容许量，这个应该全国统一，要不然将来在执行上会有很多的冲突。针对国民党筹备公投反制美国猪肉，郑文灿表示，食安的问题希望会当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对台湾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因为欠水，云林嘉义明年早冬稻啊已经宣布要停止放水引产。若要停止农业用水的范围，敢要扩大？经济部伫今仔日要开会讨论。昨是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新竹开发无准则，台积电阁要扩大市场，造成新竹欠水愈欠愈食力，尾牺牲的拢是农民甲农地。不要抢水抢农地。新竹农民代表嘉民团同齐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铺烂开发，新竹水源和工业用水，只要拄着欠水，农民就无水通灌溉。台积电要来这个2奈米，有田可耕，但是没有水可以用。有关土地表甲台中地区明年一级流作监视停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29开会决定将宣布台中、新竹、苗栗地区停管区域。
1月初5各宣布塘园减值停管。在台中的部分，德基水库跟鲤鱼潭水库都是这18年来里面的最低，中部大概有将近2万公顷。那如果看起来今天没有下大雨，我看今天大概也很难下大雨。那明天我们会配合经济部做这样的一个宣布。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目前台湾整体水情严重，土地表台中水库只存1.2亿吨抽水，实在无法度供应明年一期调作所需要的10亿吨用水。目前主要采取跨区调度、产业自主集水、加强灌溉管理来应付。那至于桃园地区石门水库，由于采取加强节水调配、翡翠水库调度资源跟近期的降雨蓄水有所回升，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滚动检讨，1月5号做相关因应措施的宣布。那欠水调做停管的问题，但局长表示也有航海问题，因为今年上领冷气团被搞啊，目前评估若讲是霸王级寒流。首先受损的水果，会是任务加做啊，暂时规划透过农保来营用。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镜头来家己有一个读小学5年的查甫囡仔，得着罕见疾病眼纤维瘤，伊接受过14摆的手术甲化疗。因为这囡仔爱拍乒乓，所以有加入学校社团。伫今年4月底，伊比赛成绩无啥好，所以互教练处罚。因过学校是对家长讲，这是咧做耍，毋是体罚。家长不服，对外定情。即马嘉义县的教育处要求学校定做调查。一个国小5年生大的查甫学生，得到真罕见的恶性肿瘤——眼纤维瘤症。经过14届手术甲化疗，要是爱靠辅具才会当行路。毋过因为伊真喜意拍乒乓，要是有加入学校的社团。4月份的时阵，因为去互教练处罚，互伊差一点仔就要截肢。而且处罚的原因是因为参加比赛无摕到前3名。红点都是他水泡。不敢跟妈妈讲。哦，不敢跟妈妈讲。然后也没有洗澡。为什么不洗澡？怕痛了。我们那天去接他，他才告诉我们说他手酸脚酸，没有办法去上英文课抄笔记。这个查甫囡仔的妈妈讲，4月中因后生请假去动手术，等去学校上课的时阵，还阁特别交代导师，以免互伊做伤过大的动作，加空喙也袂互员阁闭气。4月24的练习赛，教练因为伊无摕到前3名，罚伊爱开合跳30个。1礼拜了后，伊参加校内社团乒乓的比赛，阁因为成绩无达到标准，去互教练罚爱学行路，致使伊身体无爽快。原来因妈妈甲学校反映这件代志，学校却认为讲因是咧耍尔。那是一个很单纯的师生之间共同协议出来的一个游戏活动。家长不满学校处理的方式，换去甲嘉义县教育处甲监察院，还有国教署定情。为求慎重，我们这边也要求学校重新调查。那看调查的情形怎么样？如果有违反相关规定，我们也不护短。如果今天你认定这是体适能训练，那为什么再犯你要停聘？如果你认定这是体罚，那你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要去处理？他就是在欺负家长，欺负这些弱势的小孩。处罚这个查甫学生的教练已经互改评，家长嘛甲这个囡仔转学。教育处强调讲，会要求学校爱重新调查。日本教育基金会强调讲，照教育部的规定，学鸭行路原本就是属于体罚，袂当以其他体适能的理由来暗砍。希望教育处会当重视囡仔受到不当体罚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正在推动西部高铁、东部快铁的政策，为着要提高速度，打算要甲东部的铁支路变快，改用国际标准，安尼速度就会使变紧。目前正在做可行性的评估。代替新买 EMU 900型的区间车，其中2架已经伫10月24送来台湾，目前还阁伫试车。按算新车进前会开始营运，这批区间车为2021年到2023年的期间会继续来交车。52架车拢总开253亿，不过新车才打送来2架。铁道局率先计划展开改铁支路跨度的评估，无排除甲代替目前较矮的轨道，改做国际标准的轨道。我们所有进来列车都适用1.067的这个载轨。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研究，但是是一个未来一个方向，但是应该时程不会那么快。目前代替的铁支路是甲日本铁支路跨度同款是较下，因若高铁是用国际标准的跨度，铁道局内部评估，外国商务用咧运转的铁支路，大部分是用标准的跨度，车速会当提悬。因若东部干线伫交通部要杀快铁的政策之下，若改用标准的跨度，上紧的时速可能会当阁提悬30公里。目前铁道局已经开始做研究甲评估，按算1年了后，结果就会出来。
不过运输学者讲，代替的问题并不是改替记录的跨度，这牵涉的层面是真复杂，而且并无爱赶紧解决的必要性。在购车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件事情？而且双轨化也在做，电气化也在做。你当时在做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些事情？等到钱花下去，然后再说我们要来讨论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出世6个月过，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医保要甲大家见面啦。伊好呆的模样有够古锥，因为医保健康甲行为拢袂歹，经过评估，即马决定要互伊甲妈妈圆圆做伙生活。伫今仔日会正式甲大家见面。毋过伊还细汉，所以困眠的时间占7成。若是去动物园看到伊咧困，唔通失望。保育员甲这6个月大医保抱入来电场内底，伫大家面头前正式公开。现场的民众拢化工足古锥的，让希望囝身材圆滚滚，走入去茶园内底练来练去，看起来真古锥。过无偌久，看到婴仔来呀，想要爬出来找妈妈。虽讲金牌开力看起来有进步，毋过脚也无够长。过无偌久，搁摔转去箱仔内底，婴仔看到查某囝遮尔拍拼，嘛积入去甲伊做伙。我记得6月的时候来看哦，那时候才189公克，然后那个背部还有被他的妈妈，它叼起来移动的时候咬伤。目前医保的体重已经有13.5公斤，会当家己爬悬爬低。医保29日伫动物园甲民众见面，毋过动物园嘛表示，医保还阁细汉，逐工困的时间超时占7成，超过16点钟。若是来参观时阵发现医保伫咧困，嘛请大家毋通失望。医保是台北市立动物园伫2013年婴仔出世了后，第2只成功生团的鸟形目囝。我的这个猫熊的照顾团队哈。好像人数没有比那个总统的医疗团队实际上，奇怪，都麻醉科、眼科都有，我这在这，这个算是大开眼界了。毋但有古锥医保出事，吉林路小麦第2胎囡仔第2日车早起8点外平安出事，无到1点钟的时间，小只吉林路就靠家己的力量成功徛起来，在1点外是顺利接领，体重是79.6公斤。嘛比那遐卖走出事时阵的72公斤搁较重，因为北台湾即摆气温较低，所以会先互妈妈甲囡仔留伫咧室内。伊个上紧伫明年旧历过年附近，得甲大家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阳明山擎天宫野生水牛小连续成功死，引起民众关心。离擎天宫3公里外树林的平顶里，这2天拢有看到2只水牛走去当地民众的菜园内底食菜，佮行伫大路乱扫。阳明山的管理处是表示讲，应该是寒流要到位啊，加上即摆围篱啊开啊，所以水牛才会行出去。看到阳明山擎天宫的水牛出现伫面头前，民众是感觉真惯势。因若水牛对人嘛无啥青分，不过这2只水牛是行去离擎天宫3公里远，士林区平顶里民众的菜园内底，甚至伫咧车路的行来行去，赛车经过的民众是行一条。这20天左右拢是伫这块位啊踅啦，每天左右下晡2点到4点左右，伊拢会伫这大路行。3个月里面下了2个半月，那个菜苗已经种不起来了，结果好不容易又长上来了，它一来又把它吃掉了，哇，什么都没，又重新再来一次了。平顶里长徐明忠表示，擎天宫的水牛每一年拢有行去平顶里范围内底的记录，不过即摆有愈来愈啊民众徛街的趋势，唔拿去吞大菜园啊，嘛烦恼影响到交通，还有安全的问题。或者是呼吁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爱协助牵线这的牛。如果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管理的配套措施，那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领导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对里民周围的社区是一个更互相共荣共存，甚至更协调的一个人牛互动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因为30寒流就要来啊，山顶的气温可能会降到-3度，所以应该11个所在围篱啊开，互牛家己牵线，推估这可能是2只水牛会行去平顶里的原因。那就我们这几天加强巡查发现哦，擎天岗其实比较看不到牛了，可能推判就是应该是往下去移动了。先针对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这个有需要比较虚弱、需要紧急支撑的这部分，赶快来去做处理。那区外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力有未逮。阳管处指出，伫人力甲物力有限的考虑之下，最近要优先甲擎天宫顶悬2只真稀弱的水牛做牵线。有民众2日搁伫新北市万里区随转古道发现死亡的水牛，阳管处证实，这是今年第32只死亡的水牛。后手嘛持续来巡查，确认水牛的活动力。记者综合报道。加
嘉义的新港绿草甲义德，最近有一群学生囡仔去庄脚做社区打杂，要了解故乡的人文、地理甲风景。这囡仔真济后摆拢会出国去读册，透过这款活动，要互囡仔先认捌故乡。囡仔伫舞台顶搭水果，讲因社区打杂时发现虾米稀罕带，为要互在地囡仔更加了解地方的人文、产业甲历史地理。嘉义县政府教育处邀请新港、绿草甲义德三乡镇的学校，做伙举办社区打杂计划。我去了元帅兰园，然后里面的地很广，然后很凉，比外面的气温凉，然后里面通常一年四季只有25度。老师就带着孩子去社区踏查，那把这个记录写在自己的学习簿上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转成书。那这些就让这些孩子有共同的记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建构孩子对故乡的一个情怀。配合计划，学校表示，虽然在乡土教育当中，嘛会甲囡仔讲地方的故事，但是这款专乡的打杂会用互囡仔的眼界为社区探讨整个乡镇，对因来讲是一个了解这片土地上好的机会。即摆的囡仔做侪虚拟的物件，所以伊这个部分咱实要带伊出去踏查。问题是，咱用意就是讲，学生会当实际去接受到咱生活中的物件，而且是较深层的物件。接下来，因为他们就盖了那一间庙，结果信众很多，太拥挤，在过没几年之后就扩建。鹿草国小有6个点，然后其他的学校各有3个点，我们加上国中，我们总共有24个踏查的点，那让小朋友可以一起去做一个学习。这个计划去年就为嘉义县的民雄、大南甲环路开始，今年已经举办第2档，而且搁配合社区大学做伙来成果发表。教育处表示，嘉义县的囡仔出外读册比例真高，希望会用互因搁伫故乡的时阵，加强因对传统人文、地产景的认捌甲感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本华新简介，咱来看故宫南院5周年。高档来有超过570万民众去参观，庆祝5周年，唔那点出故宫南院对甘蔗园到博物馆的变化，嘛有互动的地图，招民众做伙了解在地文化。用手持电脑荧幕，家己的历史一幕一幕播出来，完整的影片说明，搁加上音乐，而历史那亲像咧耍电动。这种数位化的展览内容是故宫南院后一个5档要来努力的目标。在未来一定会继续努力来发展5G、8K、AI 以及 AR、VR 等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把文物呢送到你家，送到你的电脑里面。今天南下，所以就想说顺便来看看这样子。对啊，没想到比台北的故宫还要好很多。故宫南院伫2015年的12月28号开馆，拄满5周年，特别举办几多项展览甲活动，邀请各界人士来参加。其中为当初到今麦志工有真深的感受。一开始我们对策展来讲，可能就是我们的志工和我们的策展人员配合的默契还不够。不过现在这样子5年的 run 下来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各方面，包括导览方面，然后跟策展人员的一些配合的。他策展的理念，我们都能够更容易掌握，对，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在地的居民哈更多的资讯这样子。为要让来到嘉义的民众会用更较方便，南院嘛甲高铁的公车合作，让民众会用直接坐车就来到园区内底。很方便，就是可以直接从那个高铁直接坐过来，以前都要这样子坐到医院那边再走过来。搭车比较方便吧？对啊，因为搭车可以到园区里面，对啊，会省下走这一段路。为着要摆脱一开始蠓仔馆的歹名声，故宫南院5档内已经举办超过51档的展览，累计超过570万的参观人数。故宫南院指出，这个场所较宽，会用提供的内容较多元。未来除了捌用的物件，嘛会继续参其他博物馆合作，让南部的民众会当看到故宫以外的典藏和文化的丰富性伫南部定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关心美国田纳西州伫耶诞节迄天发生离奇的爆炸案，一台录影车停伫大路，大声放广播叫大家离开。了后，这台录影车就家己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即马警方是证实讲，63岁男性的车主伫车底爆炸时就当场死亡。
美国田纳西州纳西韦尔市的爆炸案有重大突破，检调伫当地时間27公布向判事63歲男性華納。Based on the evidence that we've gathered to this point, we'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ndividual named Anthony Warner is the bomber, that he was present when the bomb went off, and that he perished in the bombing. 检方透过 DNA 比对，确认现场发现人体组织是华纳的，显示讲当场因为爆炸死去。联邦调查局嘛指出，华纳是家己犯案，无其他的共犯。Do you consider this domestic terrorism? I can't comment at this point. If you can hear this message, evacuate now. 这件爆炸案发生伫咧当地时间25，也就是耶诞节当天的透早6点半。一台露营车停伫市区，一直咧放送，还有放老歌，经过民众撤离。爆炸致使3个人受伤，包括电信服务商 AT&T 以来40多栋企业，还有商店的建筑物损害，嘛互当地甲附近几个州的通信，甚至是911报案中心，暂时拢无法度使用。那是韦尔市的官员怀疑讲爆炸案甲 AT&T 大楼有关系，啊，毋过检调无法度证实 AT&T 就是攻击目标，华纳的犯案动机嘛无明确。美国媒体是报道，华纳是一个资深的 IT 人员，将熟悉电子甲警报系统，住伫纳西韦尔市的东南部，无重大刑案的前科。啊，毋过犯案进程无偌久，向客户表示要停止 IT 的维护服务，而且甲伊名下放散转互其他的人。华纳的厝边是表示，伊平常时也无啥物社交活动，嘛无出现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要查清楚这件案件的动机是真困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再来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伫2000当前，因为火山爆发，规座城市互火山灰带起来，啊，毋过嘛保留当时的面貌。考古学家最近就挖到一个食食蛋，嘛当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甲食食的文化。伫柜台顶头挖一个坑，是要来放飞鸭罐。伫咧壁顶有画一只正水的龟公，甲2只倒头仔的绿头鸭。这是庞贝考古团队最近伫咧当地第一遍挖到正完整未食的蛋。Adesso cominciano le analisi per capire che cosa c'era, che cosa nei contenitori, che cosa si offriva, quello che i passanti in questa piazzetta di Pompei potevano qui acquisire, le bevande, i cibi, quindi veramente uno spaccato straordinario sulla dieta mediterranea che avremo fra poco appena saranno terminate le indagini di laboratorio. 团队过去伫咧庞贝城发现有80间快餐店，这边挖到这个未食的餐厅，甲以往无同。专门伫咧保存食物的容器内面，有找到鸭骨的脆片，也有田螺、鱼甲羊的胃料。装葡萄酒的干仔内面，也有一寡米子豆的分量。也若是装油的灰鸭罐，到即马也有真侪餐厅伫咧使用。一寡挖出来文物反映出当地饮食文化。C'era qualcuno ancora all'interno degli ambienti. Una vittima le cui ossa sono state intercettate nello scavo, purtroppo non in composizione perché il termopolio era stato già in parte saccheggiato in antico. 伫未食蛋附近，也阁发现一只狗完整的骨头，推测可能是伫咧火山爆发的时阵未火逃走。公元79年，庞贝苏维埃火山发生爆发，砍过规座城。伫将近2000年了的即马。考古学家用科技画出迄当阵的生活情形，一寡珍贵的壁画甲挖出来文物，互即卖的人会当了解古罗马的生活。官方也打算伫咧明年要开放予游客入去参观。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镜头来澳洲的西澳大利亚保育人士最近伫当地发现真罕见的名古鸟头鸟。顶一摆伫野外看到这款鸟头鸟已经是3冬前啊。目睭大蕊，不时探头出来看。这只出现伫咧西澳大利亚州玛格丽特河附近区域的贵客，和保育人员拢真欢喜。You can't wait to sort of get home and say, "Hey, we've seen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has ever seen in Southwest WA." 这只色水真特别，面型若像一个爱心的名古鸟头鸟，伫咧当地已经真久无出现过。爱鸟的人数顶解看到因已经是2017年，而且数量真少，敢若6对。这个名古鸟头鸟毋若出现，佮带规家伙。They beg all night long. They're going, must drive the parents mad.
虽望动保团体真欢喜，毋过煞嘛烦恼这点鸟头鸟的安全，因为当地居民惯是用鸟鼠的药仔来逃鸟鼠，有一寡鸟头鸟掠鸟鼠了后，会甲毒药做伙接落去。2020年热天的时阵，野生动物救援组织就发现几啊只中毒死亡的鸟头鸟。As part of our contract with our pest controllers, we've specified what kinds of poisons they need to use. 当地居民甲企业已经开始用其他消灭鸟鼠的方式，避免鸟鼠药仔对鸟头鸟甲其他动物产生伤害。其中一个急救的生理人，阁有设病屋，希望鸟头鸟会当搬来附近掠食，正做鸟鼠的敌人。目前面具鸟头鸟伫澳洲的数量一直在减少，部分就已经在做受威胁的物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运动。详情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详情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